大家平安。上帝差遣乌鸦，乌鸦嘛会当成做上帝真要紧的一个使者。以色列国当亚哈王开始做王的时，伊就带亚西伯做伊的某。咱知影以色列地是属敬拜上帝的地，但是当伊带亚西伯的时，伊无即个亚哈王无互以色列百姓好好去敬拜上帝，反倒当军队亚西伯拜巴力。所以伫迄个以色列全地的所在，迄个每一个所在，因拢起祭坛伫遐拜巴力。所以因为逐个所在拢拜巴力，无敬拜上帝，至到遮个代志激起上帝的受气。就伫迄个时阵，上帝找以利亚来到伫亚哈王的中间，甲伊讲：你着爱停止敬拜偶像。总是亚哈王犹原无要听，继续伫迄个所在起足济巴力的祭坛。所以上帝真受气，就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就开始以利亚伊就对亚哈王讲：我记仰我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我就是我徛起伫伊面前的来讲。即几年我若无讲，就无要落雨，就无落水，就无要落雨。伊讲我若即几年若无讲，其实华语的圣经讲：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原来伊是安怎？以利亚伊用讲无爱落雨，无降落水，伫迄个所在用来刑罚以色列百姓，也是来激起以色列百姓来明白，只有上帝是真神。原来巴力就是亲像咱今仔日台湾的土地公，伊是管风雨迄个暴风雨，甚至是滋润土地、润泽土地的神。所以当因到伫春雨甲秋雨的时，因真要紧，一定要有雨水。你今仔日若无雨水，咱知影毋是亲像今仔日咱有足济，搁有啥物水库会当来积水。伫迄个时阵是真正靠天食饭。今仔日若无有春雨，嘛无秋雨，因拢无落雨的时，因的政治就拢完蛋啊。所以因所敬拜的迄个巴力神，就是咱的土地，亲像咱的土地公神，伊是咧管辖农作物、五谷丰收、菜色丰收的神，是丰富的神。所以上帝就透过以利亚伫遐来甲伊挑战：我今仔日若无祈祷，你就无雨水。伊所带的某就是阿舍勒，巴力的某就是阿舍勒，就是咱今仔日所讲的土地婆。咱知影阿舍勒是一个生产的一个女神，所以因伫因的观念的中间，伫迄个巴力迄个拜偶像因的观念的中间，就是春雨甲秋雨来的时，遐以色列百姓，就是迄个因遐拜巴力的人，因就相信伫迄个中间迄个巴力甲阿舍勒因伫遐交配，所以伫安尼因就会当生产，咱的五谷伊就会丰收。安尼咱就会当了解是安怎伫迦南地中间，伫因的庙里有神迹，就是庙宇的迄个基路。所以遐个男性因伫迄个拜巴力的迄个伫拜阿舍勒的迄个神庙的中间，因大概伫迄个中间，甲迄个庙人的基路伫迄个所在，甲因有迄个交合的时，就伫遐咧讲，我咧敬拜巴力，今年互我的土地会丰收。所以上帝就透过以利亚伫迄个所在讲我今仔日若无祈祷，就的确无落雨，就无有雨水。咱知影，因为安尼，迄个亚西伯甲迄个亚哈王非常的受气，伊就伫全国的中间。伫迄个所在，伊要来掠伊，所以伊拄着伊的家管，甲伊的家管讲：你去甲亚哈王讲，因为迄阵已经期远超过3年啊。伊讲你甲亚哈王讲我要找伊。伊讲你袂使害我啦，因为伊家己嘛有唱上帝的迄个先知，迄个100个伫迄个所在。伊讲你袂使害我啦，你敢知影？就有第10节所讲的，我记用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来讲。无论对一族，无论对一国，我的主人就是亚哈王，也是亚西伯，因拢咧找你。因若讲，你咱去靠迄个国、迄个民族的中间，讲你有看到以利亚无？伊讲无，伊讲安尼无你就算，我真正无看到伊。安尼你就知影讲，
亚西别甲亚哈王非常的生气，一定就是要互迄个以利亚死，就是因为安尼，上帝就甲以利亚讲，伊讲你着离开即个所在，到当时去伫约旦河边的基立溪边，你去伫迄个所在，然后伫遐抑阁有溪水，你伫遐有溪水通食，我会找乌鸦来攻击你。伊嘛真听话呢，伊真正就起来，到伫迄个基立溪。乌鸦真正照时，透早也是下昏时，拢有夹饼甲肉来互以利亚食。伫即个饥荒的中间，来供应伊生命的需要。所以伫这个圣经节的中间，咱要来看以利亚伊顺服上帝。对这，咱要来看见咱今日所要得到的信息，就是以利亚伊到伫迄个听上帝的话，伊就开始逃走，到伫迄个基立溪边。咱知影基立溪边毋是伫以色列的境内迄个所在，是伊爱搬骨立山，足济立山，搬几粒我毋知，但是伊就是爱离开纵远以色列的所在，搬几粒山去住伫深山内的基立溪边。伫迄个山洞的中间，边仔有一个基立溪。迄个时阵开始饥荒的时，抑阁有淡薄水，所以伊就伫遐食遐的水。逐下知影真正有乌鸦夹肉来，乌鸦毋是一只尔尔，那一只吼夹无够伊食啦，是上帝有找几啊只的乌鸦夹饼来送到伫迄个以利亚迄个以所密的山洞迄个所在，逐工迄个蛋白质有够，就是咧支持伊的身躯的气力拢有够业，互伊要枵着。伫迄个饥荒的中间，有饼有肉通食。上帝是安怎要找乌鸦？圣经无交代，总是咱看会到的，就是伫即个基立溪边这段时间，可能几个月，伫迄个中间，伊拢无枵着。所以伫迄个中间，当迄个溪水因为拢无落雨，溪水渐渐少的时，上帝就伫迄个所在，佮甲伊找劝讲：安尼你起来，伫圣经列王记17章第9节讲，你起来到伫西顿的撒勒法迄个所在，伊伫遐我已经会命令一个寡妇伫遐来养饲你。咱的上帝吼，实在是，互人有哪会紧张？你敢知影？你要甲我备办伫即个饥荒，你要爱一个寡妇来饲我吼？你嘛爱找一个较好野的，互我无枵着。毋过上帝叫伊去遐，伊嘛听伊的话呢。即个寡妇毋若无啥物钱，佮极其善啦，世界善的就对啦，极其善啦。讲较夸张的，就是讲世界善的。到伫迄个城门的时，真正有看到迄个长官人伫迄个所在抾茶，以利亚就甲伊讲恳求你养水，互我淡薄，互我啉。伊要去养水的时，以利亚佫讲：无你先煞摕一寡饼来互我食。即个妇人人讲：我记永远耶和华的上帝来讲，我根本就无饼，我敢若剩面粉一丝丝仔面粉尔，我会办来剩一丝丝仔面粉。我今仔日佫剩一寡油，我打顶仔做咧，含我的囝食，我准备要死啊！我敢若剩遮尔食要死。若照正常，剩迄丝仔吼，毋若食袂饱，有若真正准备。伫饥荒遮尔济年、几啊年的中间，2、3年的中间是稳死的啦。总是以利亚甲伊讲：你毋免惊，照你所讲的去行。所以你大先做饼来互我食，然后你较为着你的囝来食。因为上帝已经当然一定是有甲以利亚讲啊，讲桶内的面粉绝对袂减少，bàn内的油袂了，到耶和华落雨的日子，你的bàn内的面粉，你的bàn内的油拢袂减少。直到迄个饥荒过去，恁拢袂枵着。妇人真正都安尼做，照安尼行。所以圣经讲，伊含以利亚食几啊日，看起来是毋是真含糊？总是上帝咧做工，就是真正你拢袂想到。咱大声来讲，以利亚当伊顺服上帝时，看起来伊的环境无较好。上帝要叫我做工，上帝要派我去迄个非洲做工。你无，你嘛派我讲去遐，我会当足舒适的。我伫台湾，我有冷气，我伫遐足舒适的。你派我去迄个深山内，还是迄个还未开发的国家去迄个所在传福音，咱有时咱会安尼想，会足艰苦袂？总是咱看见早期对伫英国，
也是对伫加拿大遐个宣教师带到台湾咧传福音的时，因真正就是安尼啦。迄个时阵，英国也是迄个加拿大，因其实因的文化、因的各方面的生活比咱加足进步，因有医学，咱台湾通拢无咧。因160年以前来台湾，啥物货拢无咧，查某人是袂使读册的呢。今仔日查某人会读册，嘛是对遐宣教师一号一号去叫，讲互恁的查某囡仔来读册啦。迄阵台湾佫拢拔，还佫咧佫咧拔骹咧。遐宣教师讲莫拔骹啦，啊，互因来读册啦。咱台湾人讲迄个查某人，你着爱三从四德，开着爱读册。遐宣教师安怎做？伊讲拜托你来读啦，拢毋免缴钱，我负责恁遮个查某囡仔。然后是光桥呢，因光桥一号一号，甲因光去伫迄个中营女中伫迄个所在，中营女2读册呢。佮教用风琴，迄阵是迄个世代风琴，佮教因弹风琴呢。所以160年会晓弹风琴的人是不得了呢。咱台湾的中学是安尼来开始。有女儿开始读册，也是有医学，就是马街病院，也是迄个今仔日的新老病院啊，包括佫有中基，这拢是遐英国的宣教师，因用偌济牺牲因的性命到台湾。所以常常讲，因到伫迄个原住民迄个所在传福音的时吼，今仔日刺手剃了，因为迄阵无交通啊，迄阵的路无亲像今仔日遮好啊，因对安尼。对伫迄个高雄、基后开始行去山区传福音的时，转来讲刺手拢断啊，无电嘛。咱迄阵真正实在是环境遮歹，所以咱看去讲，上帝今仔日呼召我，呼召以利亚讲遮个遮尔严苛的话，互亚哈王和亚瑟别受气。迄若有个人就抱怨啦，我为你做工是安怎受遐济苦？总是咱今仔日的故事，互咱看见。上帝拢家己负责，这就是我常常咧讲的。是，今仔日上帝爱我去对一间教会，今仔日上帝爱我创啥，我就顺服。我毋敢用我家己的旨意。有人讲我干那要踮台北大间教会牧会，总是我毋敢。今仔日你若家己决定，毋是上帝的旨意，你着家己负责。人偌敖，人佫较敖，你拄着下面吼，无共个性的人佫较敖，你着挡袂牢。总是我今仔日听上帝的话，我虽然足含慢，上帝替我料理，啊，这是我家己的经验。足济大问题，严重到无对讲的时，我祈祷上帝就闪过。上帝改变人，上帝改变环境，上帝互我伫逐种的艰难、关困难关过。虽然以利亚所看见的环境是遮尔歹，总是伊无夭着。上帝照时间。逐工拢有饼、甲肉，甚至溪水通啉。后来就是叫伊去到伫撒勒法的附近人迄个所在。虽然伊剩一丝丝仔米粉，剩一丝仔油，总是当即个附近人欢喜安尼做的时，因3个人伫饥荒2年外的中间拢无去夭着，有可能超过3年，拢无去夭着，因3个拢食甲饱。我咧讲含过吗？但是我自己经历，那个没有的变成有。伫你足迫切需要的时，我咧祈祷上帝，我咧讲我迄个咧替人祈祷，我咧赶鬼的迄个橄榄油，都拢无去啊。但是伊佫走出来，这种的见证伫基督徒的中间，太多人了经历了。所以，咱伫这个故事的中间，咱真正看见咱的上帝。是掌管天地的上帝，是凡事都能的上帝。伫人看见拢无可能。我常常爱讲一句话：前无路，后无步，伫上帝就会开路。所以我拄着世间足艰苦，我毋知影要安怎突破的时候，我若祈祷上帝，很奇妙，就另一条路就出来。我会当真顺遂行平坦的路。基督徒毋是一帆风顺，毋过上帝应允，伊要陪伴你。你无可能的事，伊咧甲你开路，伊咧甲你办展。所以伫遮咱看见上帝掌管天地，也咧看见顺服的要紧。当你顺服的时，上帝甲你负责。乌鸦甲饲，附近人甲饲。咱看见，毋若除了伫即点的中间，迄个侦探，迄
迄个人甲上帝的关系非常的要紧。无论环境偌歹，咱拢相信上帝的恩典会甲咱伫地。你若活可以，上帝的恩典会甲咱伫地。伫即个故事的中间，我犹原看见信心的要紧。迄个以利亚有信心，上帝甲伊讲的话，虽然足困难，伊爱面对迄个大山，就是亚哈王甲亚西别，因迄有王的势力的，伊爱面对的是迄，总是上帝甲负责甲足好势，互伊秘伫深山内，伫遐无夭着，互伊秘伫到另外一个的所在，但附近人的迄个所在，虽然看起来啥物拢无，毋过拢无夭着。安尼咱就是咧看见信心的中间是爱行动。即个附近人伊的信心爱行动。伊若要讲我真枵到要死啊，我来食就好啊。我甲你讲，伊若顾家己食，伊无要互以利亚食，伊也真正迄顿食了就死啊。总是伊听伊的话，伊互以利亚食的时，因三个人无论活到几日，拢食啊，拢无夭着。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伊要安怎做工我毋知。毋过上帝若咧做工吼，咱真正爱有信心去信任伊，没有什么逻辑啦。上帝甲迄个迄个青梅讲，迄个耶稣讲，用配喙呢，用土粉糊糊的糊伊的目睭，讲你去溪仔水洗洗咧。伊若无信心，伊若无行动，我甲你讲，永远就青梅。毋过你会当咧想啊，较有即个逻辑咧。你也无医药，你也无安怎？你干那叫我去洗就好。毋过上帝就是要互你好咧。你若是有看见慈神爱所这本册的故事，迄个故事就是咧讲一外国足庄口有一个姊妹，丈夫已经无去啊，伊是单亲妈妈，婴仔佫细汉，佫过来囡仔，真正无钱，伊足艰苦的，伊有信仰，伊就祈祷上帝，求上帝甲开路，伊有一个感动，伊就伫纸写伊足济的生活需要，然后伊就去点仔的所在，迄是几百年前的代志，伊就去点仔的所在，甲伊讲，我要买啥物物件？伊讲你有偌济钱？你要买啥？伊讲我要买食，但是我无钱。伊讲你无钱，你要来食食？伊讲我的上帝会甲我陪伴。伊讲无即个代志啦。你无钱，你阁真正要买？迄个姊妹伊就是甲伊高甜，伊就无要离开。已经我相信上帝甲我陪伴啦。我今仔日一定都要伫你即个所在，摕我所爱的迄个生活需要。即个附近人讲，互伊安尼高甜，足不耐烦的讲，好啦，咱古早时代亲啊是迄个用双方称的嘛，对毋对？双边称的嘛。伊讲你怎藏的？你怎藏的吼？若真正吼偌重，我就摕偌济物件互你。伊已经写好啊。我要爱牛奶粉，因为囡仔爱。我迄阵咱是无料珠啊啦吼，我爱牛奶粉，我爱油，我爱米粉，等于做饼，吼写足济，伊嘛写啊落长。伊纸船放伫迄个亲啊，迄个平衡的亲啊顶悬甲放的时，迄个亲啊船起一边，迄个姊妹船纸搁摕起来，亲啊就搁平衡，搁甲放咧，搁起一边。伊一直甲伊讲好啊，伊讲。你的信心偌重，你藏落啊，若偌济我就偌济互你，伊已经讲出去啊。好，伊阵看到，伊真正研究足久的，无法度伊讲，去摕。迄个姊妹就照伊所有需要的迄个生活需要，摕足重的啦，就摕转去啊。迄个商店的迄个姐妹，伊就足毋相信的。然后后来的人客来买物件，安尼称，甲称下去的时，佫真正是。真正是迄个正常呢？是安怎？刚才那个姐妹来，这个亲啊，开拢卡掉咧。毋过别人来拢正常。总是咱知影，咱太济即种的经验，伫人看做无可能的，上帝做工。共款伫慈神爱所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姊妹，当伊坐游轮，甲足济人去旅游的时，伊就伫迄个船顶伫遐传福音。然后有一个无神论毋相信，常常伫遐甲伊赌，甲伊乞笑。迄天坐船的是即个姐妹头壳晕晕，伊就坐伫迄个位置的顶悬，两只手船用安尼，船开去，伫遐祈祷。伊讲上帝，我真足想要食柑仔，一粒就好。我足想要食柑仔，请你柑仔互我。
啊，这个无神论来，拄摕2粒柑仔伫遐咧佚佗，看到伊的手安尼，觉得很好玩，佮目睭闭起咧困准甲困的。啊，然后伊就甲起笑。你的上帝外高，你若要食物吼，这嘛是我会当甲你分享的，这拢我互你的。伊讲是我互你的，但是迄个姐妹甲伊讲，我感谢主，我甲上帝求1粒柑仔，上帝赏赐我2粒柑仔。我想这种的信仰伫咱的中间，很多人都有经历，所以咱真正看见上帝要安怎伫咱的生活来加做咱的祝福，加做帮助，咱唔知。但是我知影他是全能的上帝，伫足济无可能的事、神迹奇事，伫咱的生活中一直咧产生，咱拢会拄着困难，咱会拄着经济的困难，咱有拄着生活的挑战。有一届，有一个牧师因后生，伊迄阵已经伫迄个我听这个故事已经20几年，牧师家己讲的。伊讲。伊吼伫迄个电脑公司，我毋知影伊咧做啥，但是迄个电脑宕机，因真济的货物吼，都无法度伫迄个所在流通，所以因后生伫迄个是工程师，伊足紧张的啊！伊准甲因爸爸讲你甲我斗祈祷啦，我即个电脑可以一直足济的迄个客户的名单啊，足济货物的出入，我拢无法度啊！电脑已经规个公司拢宕机，那安尼阮真正会完蛋啦！啊，伊就求因爸爸斗祈祷。刘竹春牧师做见证，伊讲：当我祈祷的时，看到一个电脑的牙，伊讲：你甲电脑牙甲刺落，电脑恢复，一切公义准自然。我想这毋是刘竹春所讲的尔定，咱家己的教会，我相信嘛有。我的教会，我的会友，这种经历太多了。因为咱所信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咱的人生有足济的艰难，咱有足济的艰苦，但是我靠伊的，伫迄个环境足歹的中间，亲像以利亚，伊的环境其实足歹啦，人要害伊啦，佮饥荒，佮叫伊去散乡的附近人因斗住，但是上帝的供应，互伊伫即个真歹的环境的中间，伊所看到的恩典满满。上帝若要帮助伊，没有什么逻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他既然是上帝，一切都会成就。这是伫以利亚，伊顺服上帝，咱所看见的，顺服上帝的人，无论环境好歹，伊的恩典拢的确会甲咱相甲敌对，因为伊甲咱敌对，恩典就伫咱的生活的中间一直来咧产生。当然，透过这种的经验，上帝嘛是。咧建立以利亚的信心，搁较加添，互伊看见的环境歹，但是伊顺服上帝时，上帝对伊的照顾拢无减少。迄是咧加添伊的信心，因为伊头前有搁较大的工课爱去做，有更大的挑战爱去面对的时，伊需要对上帝的信心搁较大的建立。搁来，咱来看上帝是安怎要找乌鸦，我无了解。到底是安怎上帝要找乌鸦？但是这是上帝的主权。你知影乌鸦？伫迄个乌鸦伫迄个遮准无去。乌鸦伫圣经的中间，就是利未记11章15节的所在。利未记11章15节的所在，所以乌鸦是一个无清气。会食物，咱知影伫利未记，啥物物件通食，啥物物件毋通食。伫足济的鸟食，伊有讲足济，其中就是讲，迄个乌鸦是伫律法中是无清气的，是毋通食的。咱无法度了解是安怎上帝要找一个无清气的乌鸦的鸟啊，来到伫迄个互加肉来互以利亚食。今仔日我若是以利亚，我是毋是会足挣扎？亲像我今仔日伫一间厝封关的，上帝讲你毋免烦恼，你担心内底祈祷，我靠我就好。我逐工会叫鸟鼠啊加肉来，我看我惊着死啊！总是其实因对乌鸦就是即种的观念，因为乌鸦常常会去偷食人兜的物件以外，甚至伊个会食尸体，是不清洁的，是不洁的。毋过是安怎上帝要找伊？我无了解。
总是罗马书2章11讲，因为上帝无照外貌处人。华语圣经讲不偏待人，什么会叫做上帝不偏待人？迄个不偏待人是咧讲，无论你是读大学，无论是你做新郎，你是做乞食，你是做大贼哥，你是查某人，你是老人，你是少年的，你是对一个民族，你是黑人，神不看哪一个人呐、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疼的。圣经讲得足清楚，所以圣经伫遮佫讲，今仔日伊甲扫罗王讲，当时的扫罗王是头一个互上帝抹油。上帝讲，今仔日你的王位无久，耶和华已经找一个合伊心意的人。是安那上帝要废掉扫罗王？那扫罗王的外表毋是足好吗？伊人大汉佫缘投，伊佫是剑士呢，互伊做王是一定是好的。总是因为伊背叛上帝，伊无好好啊敬拜上帝，伊乱来，伊敢若伊的嫔妃一堆，伊的心拢无有伫信仰的中间，就是伫外面学白来。所以上帝讲，我要拣一个合伊心意的人。啊，迄个合伊心意的人，就是咱今日圣经所讲的，就是大卫。所以上帝甲撒母耳讲，你去亚西因兜，伊遐有我甲伊备办的一个王伫迄个所在，你去抹油。伊去因兜的时，伊有几来查甫囝，当伊看到上大汉叫做以利亚，好，伊讲头壳咧想讲，一定是这个。第7节安怎讲？伊看起来是身躯大汉，面貌水嘛。安尼就是撒母耳看见以利亚缘投佮大汉，这一定是上帝所拣选的。总是上帝甲伊讲，你毋通看伊面貌水，佮伊身躯大汉，伊是我所拒绝的。因为耶和华无看人，无亲像人看人，是人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心内。啊，真正是人看外貌。有一天我伫路加教会，有一个讲师去阮教会讲道，阮迄个老姊妹就甲我讲，牧师，这个牧师缘投呢，好，我伫道理拢听会落。我讲啊，你看安尼，道理是要互你听，倒毋是要互你看面的。伊讲无，我若看迄面足歹吼，我就听袂落。啊，得爱查某人佫水，啊查甫人爱缘投，安尼我听道理就听会落。啊，就真正就是有人啦。有真正都有人是干那看外貌啦。总是上帝讲你毋通看外貌，安尼上帝咧看啥？拄我所讲的合我心意的人，就是大卫。总是大卫伊嘛有犯错呢。伊安怎？伊偷别人的某，佮甲伊行奸淫，甚至伊借刀杀人，杀因翁呢，杀迄个查某人因翁呢，借刀杀人呢，要暗砍家己的罪呢。上帝叫拿单去因兜甲伊讲，你就是迄个罪人。你就是迄个大歹人，恁兜遐一只羊啊，你无要杀人客来，你无要杀恁兜的羊啊，因兜敢若一只尔，你去掠人的羊啊来杀。那当甲伊责备讲，迄个人就是你，伊是安怎合主心意，伊有缘会犯错，但是伊伫遐随时认罪，伊讲我得罪耶和华。那当甲伊讲。因为已经做，上帝已经撤销你的过失。总是大卫也阁毋是安尼，伊心足艰苦。伊伫诗篇里安怎讲？伊讲我逐工害惨，伊为着伊所犯的罪，遮尔大的罪，伊良心不过。伊讲我害惨，我眠日流目屎，遐目屎淹我的门床，连我的被拢扣甲澹漉漉。伊伫上帝面前必须认罪。当伊知影伊毋对的时，伊随时认罪，伊毋敢得罪主。毋是伊偌完全，毋是伊偌好。当因兜的人要敬伊的时，因兜有7个兄弟拢伫迄个撒母耳的面前行过时，因老爸咧讲，上无阮这7个中间其中一个嘛做王。结果上帝讲拢毋是，伊讲撒母耳讲啊，抑阁有送。伊讲一个细汉囝来教囡仔尔，咧顾羊啊。伫迄个旷野的中间，伊讲你叫伊转来，结果上帝讲是这个，你认为不是的，你看袂起的，你感觉讲这个人，等小安也有资格通啊读神学，等小安要安怎牧会，严伊就淘汰啊！
迄是你咧看，总是上帝看，是我真正欢喜顺服，无法度的是我可以。地到遐笑我，我拢常常讲，因50岁就淘汰啊，我阁会当牧会到70岁。今仔日我72岁，我还阁会当做工。上帝还要阁用我，毋是我外敖，是因为我足含慢的中间，我靠上帝，我毋知影安怎，是阮上帝叫我要安怎，迄个启示就走出来，互我伫足有当时啊进退两难的工作的中间，甲我开一条路。特别人甲人的问题上麻烦，毋过上帝就会甲我解决。上帝毋是用咬人，上帝是用迄个合伊心意、欢喜听叹伊、照伊旨意来行的。所以咱看去大卫，伊互上帝拣选的是，迄个伊讲合伊心意的时，毋是伊比咱较伟大，伊犯的罪有时比你较厉害，比我较厉害。总是因为伊知影毋对的时，伊随时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前。今仔日你我拢会当互上帝用。过去的杀人犯，扫罗较早就是杀人犯啦。司提反用石头钉死的是，伊伫边仔是咧欢喜呢。伊是杀人犯呢，但是伊拄着耶稣，伊改变的是，伊伫圣经写13本的圣经，加做咱今仔日信仰的建立。2礼拜前来，林正路传道，伊是黑社会的帮头呢。伊开酒家，伊开交警，伊逐项拢会。总是伊拄着上帝时，放弃一切，甚至伊迄天我去伊遐，伊真正是足艰苦，伊叫我去，非常的艰苦。但是伊佫讲，我去加甲，因为伊是大罗马，所以伊去加甲咧传福音足有力。伊会当编起来看，称字对遮装出来，对遮出来，我死无去。人甲借钱40万，伊看见迄个对加甲出来。我安怎借伊40万？伊讲其实我嘛会惊，但是今仔日真做好朋友。迄个对感觉出来信耶稣改变。上帝用一个大罗马，今仔日真做伊好的罗卜。上帝毋是看见你过去有犯罪啊无，上帝咧看的是你今仔日有欢喜，我靠伊，真做伊会采用啊无？伊毋是你外交。你共讲一个祝福的话，你用一个疼去疼别人。上帝若知影讲你为着伊要疼迄个人的时，伊会疼踮你的身躯，就会惊神业伫对方的中间。所以一个查某囡仔小朋友6岁，一直走，一直跳，一直跳。迄个查甫人因为伊的迄个事业，规个拢已经是迄个已经规个拢是破产，足艰苦的。因太太挡袂牢离开伊，伊家一个坐伫迄个公园，外国的公园，伫遐咧摇秋千的时，准备受伤的，准备了要去自杀。一个查某囡仔一直跳，真甲伊讲：“嘿，你好，今天天气很棒，你平安。”伊阵忽然醒起来，这句话对你来讲无啥物对毋对？总是上帝若要做工，这句话都会感动人。伊讲我还阁有盼望，一个囡仔对我祝福，我平安。这个人阵改变奋发起来，虽然经过一段真艰苦的路，总是后来有反转。上帝毋是咧用偌济知识的人，上帝毋是咧用大牧师啦。你的牧师若足够讲道，你一点仔疼心拢无，神也会说我不认识你。毋是伫教会你奉献足济，你伫遮讲足大声话，上帝就用你。上帝不管你过去安怎，检查你过去，还是我是安尼。我是大贼狗，我是杀人犯，我做了太多的错，我犯了很多罪。不过我即摆来等下到伫上帝面前，这个时阵我欢喜尊主最大行伫上帝心意的人，上帝拢会采用你，亲像采用乌鸦一般样。这是你的愿望，也是我的愿望。所以对即摆起。咱真正热心敬畏主，照主的教示行，照伊的心意来行的时，无论你伫迄个环境的中间，会拄着偌大的艰难困苦，因为你所行合主心意，
上帝恩典伫你每一种的环境，拢甲你伫地，看起来头前是无愿望，总是伊的恩典甲你伫地，自然露得出来。你回头看，充满了恩典。我想咱中间足侪人就是安尼，太多恩典。搁一项同款，今仔日要讲较现实的，转来到伫咱的教会。上帝毋是咧看这个教会偌大间，起甲偌水，你的设备。你的硬体多好，搁较大间的教会若无疼心，对上帝来讲吼，他不同在就没有神的荣耀。上帝毋是咧看这个大间细间，你的意啊是安怎定做的？这个不是神要看的，毋是讲无重要啦，嘛是袂歹啦。若会当有真水的礼拜堂，互看到舒服，安尼迄个感觉也是不一样。但是迄个毋是最重要。是最重要是这个礼拜堂内底咧敬拜的人，因是啥物种人？咱看见足侪间教会，起甲足大间，会友去教会吼，迄个牧师讲，教会的圣经是一定爱金钱的，公用哦，一定爱金钱的。牧师拢无咧讲，伊拢无咧准备道理，啊，伊咧讲道，伊家己嘛承认，因为伊太厉害咧，教会的社区活动。要起迄个游泳池，然后有啥物？伫迄种40-50年前，安亲班教会也无遐尼咧昌盛的时，因已经开始做啊。伊社区做甲足好，拢是伫社区的工课的中间，总是建立信仰、信徒的信仰的生命。无的时，属灵若无去的时，外面迄大堆。只不过是一个社团的活动，只不过是一个某种企业，还是讲某种教会若看重人数增加，还是奉献较济，甲迄看做比教会追求性命佫较要紧的事，教会只是沦为企业活动而已。上帝无踮伫咱的中间。我虽然看咱教会有一群的兄弟姊妹，真正是用心咧听主咧服侍。总是我讲这话是提醒，咱若真正用属灵的生命，伫教会追求建立，教会自然就会影响生命。教会爱听，活出真实的听，人看不起的，我们还要去爱他，因为圣经讲，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形象。你若无要听伊，你就等于你不要上帝。你连祭秘谁也听袂落，这个教会没有资格称为神的教会。所以，毋是讲咧嫌咱的教会，我知影咱有一群足听主的，只是当咱安尼咧认真咧做工的时，难免人会加添，因为你会听，你对伫人的灵魂有关心的时，人数会加添。毋过真侪时阵，人数加添的时，有一个危险性，咱拢咧要紧周报，人哪来哪济，奉献哪来哪济。你著变追求，其实我嘛有这个毛病。我做牧师就是安尼，我咧牧会时，人数加添，好，我感觉足好诶。迄数目吼，真做我的良心的迄种诶温度计诶，足紧张诶呢。总是若甲迄看做第一，上帝就变第二；甲迄看做第一，属灵的追求就无去。安尼，这间教会有啥物意义？我想这就是互咱一个警醒。上帝所爱的教会，是有一群三听的人，三甲伫遮扶持，三甲班赞，三甲造就，三甲建立信仰。逐礼拜来做礼拜的时，有去拄着上帝啊无？毋是我去一间教会，我老实讲，我坐袂牢，我对头到尾坐袂牢。我感觉迄间教会拢咧作秀，台仔顶台仔骹唱唱跳跳。呼应，互相回应，做戏剧。啊，我听讲道，我毋知影牧师咧讲啥，我这毋是咧批评人，我是咧讲我家己的感受。因为迄天有几个迷信者来，我一直讲主啊，吼，我足紧张的呢。遐迷信者来，遐无信耶稣的来，看这间教会是咧创啥啦？你若要戏剧外面的社团做比咱较好。教会沦为俱乐部吗？
你若咧服侍的时，毋是对心中发起的时，教会就沦为俱乐部。外口的俱乐部做比咱较成功。咱是咧讲上帝的听，是真正活出生命。伫教会中间，我甲上帝有美好的关系。我的生命更新，这是教会上该要紧的功课。我的生命有一礼拜一礼拜拿来拿下主的心意，我的生命更新没有？我想对伫上帝找乌鸦的中间，互咱看见，外表不是最重要的，条件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有真好的条件，检测伫你侍奉的中间会更较无共款。总是对上帝来看，是咱真正伫咱的服侍的中间有敬畏神吗？你真正用敬畏的心，你就会准备，你就会要紧，你就会交托你今仔日所要服侍的态度。三个来祈祷。阿爸，恳求你帮助阮更新家己。阮伫遮透过这个故事所学到的，就是阮的人生毋是一帆风顺。阮看阮家己无路用，阮看见阮软弱，阮看见阮侪侪过去的失败。总是上帝，你要甲阮讲，迄毋是上要紧。阮若欢喜回头转来倚靠你，谨慎顺服伫你的旨意，就阮会得到翻转，阮会得到改变，甚至要成做你美好的采用。你甚至嘛甲阮提醒，教会大细间毋是上重要，是即个教会有活出主的生命也无，有真正建立信仰，起做上帝国伫即个中间也无。阮若袂当有上帝三当行，无你的荣耀，即间教会一点仔意义都无。恳求你帮助阮，好好来警醒。我将中运教会摆咧伫你的手中，因真有一群真追求的兄弟姊妹，欢喜甲教会活出伫因努力的中间，成做荣耀的教会。总是也常常警醒提醒因，无失去起头的疼心。互上帝的荣耀是哪来哪充满？教会伫即个所在，成做地方真侪人的祝福。为因备办合主心意的牧师，即个牧师对伫真理、听上帝、听人的建立真要紧，因为阮知影真理不是数字，真理是活出来，是甲上帝相同行。互教会真正甲上帝相同行，你的真理伫即个所在得到空阔，你的荣耀充满的时，自然失丧的灵魂、失迷的灵魂，就到伫即个所在，佮祝福将来要来的传教者，真实用上帝的心志来带领你的教会，牧养你的羊仔囝。安尼祈祷祝福，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